各位街坊，響珠海總價200萬就可以執低咁靚嘅景觀，唔知你哋又中唔中意咧？樓下咧就呢個中山公園啦，60萬平方米嘅，呢邊就係小山丘，右手邊咧就係呢個香港嘅大嶼山。呢啲景觀望出去，幅畫咁靚啦，我相信冇人唔中意吧？好似呢啲單位咁樣啫嘛，買翻嚟退休啊，或者係度假住係非常之舒服，舒服到屁嗰種先。咁但係睇翻個格局先，咁佢個格局咧就呢個橫廳嘅設計咧，所以顯得整體空間咧亦都係非常之大嘅。以及呢度係精裝修現樓咁交付嘅，吊頂天花嘅中央空調全部都係交付標準啦。呢邊咧就係食飯嘅地方啦，以及廚房咧係設計成 U 型嘅咁大嘅廚房，夠晒你用吧？咁3件套都係呢個老闆嘅大品牌，俾到各位朋友仔嘅。咁佢呢個項目咧係自帶呢個商業嘅，所以呢個行街睇嘅食飯呢啲有晒㗎啦，各位朋友仔。呢邊咧就係呢個第一間房啦。呢間房雖然細啲，但係景觀夠靚啊嘛，係咪先？咁再褪翻出嚟咧，呢邊咧就係第2間房啦。呢間房咧就留俾公主住啦，完全冇問題嘅。咁最後咧就睇翻你平時瞓覺嘅地方，放張 king size 嘅大床，完全 OK 嘅。呢邊咧就雙邊嘅呢個衣帽間啦，以及呢個乾濕分離嘅洗手間，俾到各位朋友仔嘅。嗱，主人套房嘅位置望出去都係可以望到山景嘅。嗱，各位朋友仔，呢啲單位唔知你哋中唔中意咧？中意嘅記得私信我啦。